將臨期靈修默想資料係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培訓部提供，日期2025年12月24日，第25天，主題同在，題目信靠你的人有福了。經文詩篇第84篇10至12節。在你的院宇一日勝似千日，寧可在我上帝的殿中看門，不願住在惡人的帳棚裏。因為耶和華上帝是太陽，是盾牌，耶和華要賜下恩惠和榮耀，他未嘗留下福氣，不給那些行動正直的人。萬軍之耶和華，倚靠你的人有福了。巴色差會來華嘅宣教士曾經有被強盜綁架嘅經歷，有人能夠自行逃脫，有人飽受苦待，有人要由英軍拯救。危難冇令到宣教士放棄傳道，反而激勵佢哋不住嘅禱告，堅守信仰，以致喺強盜面前作咗美好嘅見證。作為基督徒，當面對外憂內患嘅時候，有乜嘢能夠堅定你信靠上帝嘅決心呢？可拉嘅後裔係詩篇84篇嘅作者。第10節提到惡人的帳棚，令人回想到佢哋祖先曾經因為背叛上帝而被滅嘅歷史。喺民數記16章記載，可拉同埋幾個夥伴因為嫉妒，召集咗250個以色列領袖去攻擊摩西同亞倫。上帝吩咐百姓遠離嗰啲惡人嘅帳棚，唔可以掂佢哋任何嘅嘢，免得因為佢哋嘅罪而被消滅。結果地裂開咗，吞滅咗帶頭爭鬧嘅人，又有火吞滅咗隨從嘅領袖。然而可拉嘅眾子卻冇死亡。乜嘢原因令到可拉嘅後裔能夠保存生命，繼續侍奉呢？呢個係出於上帝嘅憐憫，亦都好可能因為佢哋當時冇跟隨惡人去造反。後嚟可拉嘅後裔參與歌唱嘅侍奉，創作咗好多嘅詩篇，亦都緊守作聖殿門口守衛嘅崗位。從可拉後裔呢個例子可以見到，我哋冇辦法選擇自己成長喺一個點樣嘅原生家庭，或者有點樣嘅父母，但我哋可以選擇自己要成為一個點樣嘅人。詩人以惡人嘅帳棚同上帝嘅殿作為對比，表達上帝嘅子民置身響善同惡嘅張力同埋角力之間，要作出朝向上帝嘅選擇。唯有我哋認定上帝係公義，並深信上帝必賜福倚靠佢嘅人，先至能夠響惡人當道嘅處境中堅持選擇正直，成為真正蒙福嘅人。默想，當你回想返昔日遇到各樣衝擊、試探同埋掙扎嘅時候，上帝曾經點樣提醒你要遠離罪惡，持守正直呢？
基督徒要點樣活出入世而不屬世嘅生命見證？讓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嘅主耶穌，多謝你為世人降生，將我哋從罪惡中拯救出嚟，實現咗上帝與人同在嘅應許。我願意時刻警醒，仰望你，倚靠你，跟隨你。求你以真光燃亮我嘅生命。阿門。